抱隻狗去照鏡嘅，佢會唔會呆住望？會唔會吠？會唔會扭頭走？最關鍵嘅問題係狗狗知唔知鏡入邊嗰個係自己？佢有冇自我意識？知唔知道自己係一隻狗？所謂自我意識啦，講緊睇唔單止係識得咁鏡，而係一個生命體有啲我係我咁認知。心理學界成日用一個叫鏡像測試咁方法嘅測試動物有啲自我認知。方法好簡單啦，喺動物唔知情嘅情況下，喺體面上畫一個記號，之後照鏡睇下佢會唔會嘗試摸或者識走呢個記號。識得用鏡發現自己外觀有異樣嘅，代表佢知道鏡入邊嗰個係自己。咁目前測試中成功通過嘅動物有黑猩猩、海豚、大象、烏鴉，仲有少數人類小朋友。咁狗狗咧，大部分研究都顯示狗狗唔通過咧呢個測試。佢係攞到鏡入邊嗰個影像，唔會喐手摸自己個鼻，唔會識走面上嘅人。但係唔通過唔代表冇自我意識。點解冇講？因為鏡像測試本身係一個以視覺主導為核心嘅方法，但係狗狗係嗅覺導向嘅動物，佢哋用鼻唔係用眼咁認人認自己。狗狗未必覺得鏡入邊嘅氣味嘅影像有意義。咁你拎翻個鏡俾狗狗聞，咁未必理你。但係你住完褲出街再翻嚟，狗狗就會聞到你坐過邊度。2016年呢，有一個叫氣味鏡像測試啦，佢研究企圖針對狗隻做更準確測試啦。科學家俾狗狗聞自己尿液同其他狗狗嘅尿液樣本，發現狗狗對自己氣味比較冷靜，而對其他狗狗嘅氣味就表現出更多探索行為。咁意思係狗狗可能知道咩係自己嘅氣味身份。再喺腦部研究啦，狗狗大腦入邊處理嗅覺嘅腦區比人類大好多嘅，咁甚至會因為聞到熟悉氣味而活化情緒區域。呢啲都暗示咗狗狗有一種對自我經驗嘅記憶同埋認識，只係未必係用視覺做媒介。咁另外咧，狗狗咧喺某啲行為上都展示出一定程度嘅自我參照啦，例如佢識得隱藏玩具啦，會用策略性動作其他狗，又或者記得自己犯過錯而閃避主人。雖然唔代表佢有反思型自我，但可以話佢有原始型我感。總結啦，狗狗咧未必識得照鏡，唔識話我係邊個，但係佢識自己氣味，識記經驗，識得區分自己同其他動物。對於一個主要靠嗅覺去生活嘅生命體嚟講咧，我嘅概念可能唔係一面鏡咁簡單。所以你問我狗狗知唔知自己係狗，我會話佢未必冇嘅。佢可能覺得我就係我聞到自己，我記得你，我識得你係我冇人救啦。至於佢覺得你係人定係大狗，就留翻俾佢慢慢幻想。